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今日来研究讨论有关于客家诗言白话文嘅第四集。主题是客家贴谱词心嘅形式主动，也非常欣赏。一个戏剧片，课文一诗一语对照。录音提供俾各位乡亲大家嚟做一個參考，一個第36，一個一非常欣賞呢，可以講就講啊，即係我哋客家嘅啊，非常嘅有名聲啊，當然非常嘅真實，佢好。亦有本文係由《綠地風雲》雜誌167期，圖深圳高中先生所著作寫嘅文章篇。編成我哋改編成那個戲劇片，嚟大家嚟參考，用客家白話語文，客家白話語文。大家如啲咧講啊，白話語文同一般咧國語文章啦，嘅其他嘅文啊冇相同嚇。白話語文就相當於講本土語文本土語文不同族群。有不同嘅語同文嘅出現咯，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白話語文，以提升我哋講話嘅流利同入面嘅素材啊，同時文章能有辦法提升深度、發度，一個正確度，一個那個文章就出來，全身提升客家。文化嘅進步而一個高度嘅發展啊！以上感謝嚇。後來一個前面嘅戲劇文章，再重複一遍，就是客家貼譜做行人，非常有磁性嘅形式主動，也非常欣賞歌書人歌書人南拳莊人。旁拍第10，人生之中啊，每3年所經過嘅路程，就有講唔hết嘅故事哦。透過綠地風雲雜誌同深圳高中先生嘅文章啊，談到一個形式詞性嘅一非常對仗啊，可以是在講啊。編成戲劇，提供俾各位鄉親大家來做一個參考，來做一個欣賞安尼嚇。話講在民國59年嘅時間，葉隊長也非常欣賞，遵照客家嘅精神來做人處事，上班不但唔會遲到。還提早10分鐘到離港分局，擔任形式主動嘅也非常欣賞啊！有一日值班同事嘅李經驗見到長官也主動入分局嘅時間，就是講啊，李經驗就打一個招呼，主動做嗰個葉隊長呢，也講啊，李經驗按做，李經驗就講啊，組長，姐姐啊，老阿婆打咗腰來，愛見家拉嘢哦。葉組長講啊，唔講嘅係阿三姑嘅阿妹係嘛？李經驗就講係啦，葉組長就講啊，拜託，請老阿婆入來我嘅辦公室嘅組長室。呢幾人講啊，就喊老阿婆，阿婆，組長請入來辦公室啦。個阿婆聽到就講，好，相當嘅高興。聽人經驗入來安尼，葉組長就講啊，也個有禮貌，阿婆
清楚。迄个老阿婆讲啊，当过希望，许多个种提议有讲改坏势，改坏势，好，我期待过关毋敢错，伊也主动讲无相干啦，无相干。年纪比我高大，有无犯罪？去年同我讲话，我改唔出彩呀。老阿婆就讲好，我就坐下来伊主动我就讲阿婆，我来山谷是3来里讲分享。5来一倒摆的喏，你老阿婆就讲，我咩唔对，哪有去3来一倒摆？反正我按不头，上我嘅来嘅，上到迷迷糊糊就衰hết嘞，聽講。天咧上到嘅還係我來嘅，我來去看山谷，我嘅來山谷，組長講心對你感覺到個心酸，唔現來咯，唔現在出來咯，老婆講高樹鄉關福村去太魯關啦。葉組長講心對你就想高速離你講有10多公里300兩時就來也分享，萬人再唔來呢？老阿婆就講20人在，冇巴士好坐。我自家行下來，喺太魯關行到李港分享，一組長講高速離也李港有10多公里，行下來要行下貴老阿婆就講係4點半呢出門，天噗噗嘅。行一下午就天光嘅，準則係運動，一組長就講點解實際都有內心嘅感動。這麼比賽本大婆什麼講，像阿婆，先是一比賽，先搶是一比賽，然後阿婆講唔是。我唔會追究，警察睇人，搶本我看我嘅來嘅，可能我就愛鬼嘅。業主就講佢可以希望阿婆將茶食hết嘅，如果就講先將茶吧，啉hết嘅人嚟講，我會等。去看嘅來嘅山谷，老婆講好，都飲茶，我飲茶我是喝的業主動就講去迄度就講阿婆，請聽我來，好，阿婆就講好，來到關方面呢門口知夜間就係同方面講山谷夜咩來看嘅，老阿婆就講山谷原諒之愛一見面，一時就點講唔出話出啦。業主就講看到阿妹同來嘅冇講話，就個阿婆，探訪時間有限制規定咯。
把握时间，呐，三姑就讲啊，我唔希望阿妹咯，阿妹，安人唔来做乜嘅喏，也咪就讲啊，我受本人拿来管狼嘅错感，我日夜受睡唔安啊，受睡唔安，睡唔落覺。三姑就講啊，上日來，我同講過話，喊唔是受，我在呀1,16碗飯，是得幫飽。老婆就目測呢，我唔係，就因為物價窮苦，無好本食飽，唔故意犯罪，將為本人作來管狼嘅錯感嘛。三姑就講啊，世上呢同阿妹講啊，我在呀得1,15碗飯，唔會餓到。阿妹，請放心。也咪就講啊，但是拿來警察局啊，就唔係佢講用嘅事哦。一組長我看時間，個阿婆探監時間超過月，三姑就講啊，阿妹唔好歸去嘅，唔好再來嘢啦。阿婆就講啊，書子裏哪論警察嘅鎖匙。個阿婆，我再唔歸高速體育館好冇？老阿婆講啊，老多唐茶會講啊，警察大人，唔講我再嗌歸高速體育館咯。一組長就講錯，我多拜啦，警察吧，一組長就去我多拜，警察。老阿婆講啊，讓我好意思咯。一組長就講啊，警察不管呢，阿婆坐後背，樹愛辦好無，就做老三姑嘅阿妹歸體育館。我聽佢說，一組長去警察，再能老阿婆經過嘅8點鐘。來到老阿婆吃咧老口屋，老阿婆就講啊，改口語講啊，警察大人入嚟坐，好彩冇落水冇落雨，假冇水位流入屋來呢，意思就講啊，入屋有流坑就係啦。一組長講啊，看情況有一個騙人，就冇咯。佢係5萬人咯，老阿婆就講啊，太賴嘅。三姑嘅阿哥得嚟欺騙，人艱苦唔會做事。一組長就講，看多年前嘅情景啦。心肚裏一層一層嘅心酸，老婆就講啊，就指放着標菜作行嘅2碗飯，同半斤大同豆油。老婆就講啊，也係連沙送嘅2碗飯，快些我下晝就冇辦法。強食煮哦，一組就講糖
阿婆安尼讲，一丝不恶，一丝不恶迄个，甲也就是得呢党主犯咯。老阿婆讲，迄咩桥头有改向改好说，那个业主当这个心都里就干想哦，也像迄阿三姑的家庭袂紧，迄安尼个凄凉。老阿婆就讲哦，警察太人啊，拜托，昨日将来个来个阿三姑，变归来好嘛？业主当就讲哦，阿三姑的案件，我过去会先了解其个犯罪长度，人来做处理，我爱规个。老阿婆就讲啊，神望警察太人业主长，业主长嗰个唔爱补充哦，唔切格爱补充哦。莫少按多，佢下其他都学到摆就离开了态度馆。老阿婆目睹健康业主动，一直看到其他样嘅手术盒，亲怀念业主动。第30，业主动了解阿三姑嘅家庭背景以后，特别咧。对阿三姑家庭费心事啊，费心事，鼓励改过自新，莫再犯错啊，莫再做唔错嘅。但阿三姑出嚟拘留所以后，又在村庄闹事，不久又在那个农业拘留所，警察嘅分区嘅拘留所，你竟然讲组长，殿下屏东县流氓审查会议，请组长准备参加开会。业主长讲好，我俩下先去开会。分局当就讲，各位同仁，大家辛苦诶！平常交通事件要加强管理之外，酒后开车视察诶，竟然还系要加强注意责任。另外，阿三姑变归去以后，再次又闹多咗啦。这次只好送去干休了。业主长就讲啊，报告局长，局长啊，业主长有乜嘅意见？业主长就讲啊，关于阿三姑，伊嘅家庭背景非常可怜，那系送伊去干休，可能会死2、3人，分局长啊，一时就太轻，匆匆将作嘅一扑。业主长讲，业主长，阿三姑到底送嘅几多好处本咯？业主长讲，一时感觉到人格嘅尊严。分局长安尼一讲。就受到个严重嘅，亲像侮辱一样。呢種啊，分局長講啊，同督察講，督察命令帶領相關情治人員調查呢個案件，乜個案件咯？就係講業主長。有哪嘢東西冇安尼啦？督察嚟講是照判，分局都講安尼好，散會。第40，
今本日嘅会议气氛当严肃，警察依照分局长嘅指示调查业主长嘅关说阿三姑嘅事情。果然，阿三姑嘅家庭背景同业主长所讲嘅符合，完全相同。唔咩来关于讲啊是关锁，唔咩来讲啊来讲情。督察讲啊，属必术之功。业主长有意识又有胆识的人，业主长就讲，唔过去局长我会睇法见呢。督察就讲啊，迄局长我会嘅，伊无了解。业主就讲啊，唔讲局长嘅，局长了解事情呢，系嘛？安尼，阿三姑就唔是送干涉呢哦。督察就讲啊，阿三姑原是好彩独当。救其两条性命，业主长就讲啊，事情化解了就好，准备就要去老板外出。督察讲啊，组长，要出去咩？要出去嘿？业主长讲啊，我想来去拜访一下，就业乡同李岗乡嘅乡长。督察就讲啊，迄公司也系实施。业主长就讲啊，做得讲迄公司，也做得讲唔咩公司，迄个也实施嘅实施。督察讲，我谈唔实嘛嘅按做唔咩实施嘅实施。业主长讲啊。小强唔同我乡下来去拜访两位乡长，旧义乡同李岗乡嘅乡长，督察就讲啊，好啊，我在。业主长就讲啊，旧义乡长约好来李岗乡公所等我哋见面。督察就讲啊，手来李岗乡公所，手来去李岗乡公所听息。督察在夜次会议上对业主长嘅处理事情私人万分的钦佩，两人留下好印象。乡下来去李岗乡公所。拜访两位乡长，果然两位乡长已经先到嘅等候嘅。李岗乡长就讲啊，同旧义乡长起来迎接业主长同督察，抢错。旧义乡长讲业主长，归准是你。业主长讲啊。公务人员准时就系信用，我接受，因为系我嘅上司长官督察。督察就讲啊，大家交我明白，两位乡长大家好。两位乡长就讲啊，督察你也好，大家好。业主长啊，今本日请督察来谈事情，更加有意义而保障。共督察就讲啊，就帮茶入来，本大家说，几位乡长啊，请教业主长，若我哋两位乡长有何指教？业主长就讲，
自告不敢当。我意思主要谈9.2同李广祥两片公路边很多的爷爷，又强又大力，让唔摘下来卖，整个乡区一笔的收入咯。都才讲，嘿啊，叶组长讲的非常有道理。就业乡长就讲一件事情，两败上任后，我两位乡长有谈过一件事情，个路边的耶稣的问题。李庄乡长讲啊，错，谈过几摆，两下位人因为耶稣安过。请无人爱去摘啊！督察就讲啊，也错个，爱冒险性命危险，也大家都该讲。叶组长讲啊，我推荐13人，伊个专长就是白书诶，摘爷爷。李广祥长讲啊，俩下咁还有一种人物，就是乡长，就仔细谈哦。叶组长就讲啊，唔过伊错过狼诶，错咁过嘅后生诶，伊屋卡苦到恶里度，爱想帮助伊。能够浪子回头的机会，督察就讲啊，冇咯，叶组长，唔讲嘅系唔系阿三姑？叶组长就啱就讲啊，错冇唔错啊，督察讲啊，好喎，做得咯，佢好，你讲乡长。你系特殊人才、特殊人物，就业乡长就讲啊，有叶组长推荐呢，难得的机会。叶组长就讲，加上有吴督察做保证，相信阿三姑会改过自新，工钱就算，看值一头一多钱。你讲乡长讲啊，满就业乡长，唔讲工钱呢，工钱一多，就业乡长讲啊，一头工钱一般差唔多系38元，一头差唔多38元。叶组长啊，嗰度一人为天咯，一计划为主咯。田港也就开始和阿三姑开始工作，摘爷爷同整理爷爷书，督察这个叶组长，唔要作为功德一件咯。叶组长讲，唔督察，局长那些抵得一件事情，唔对行为朴作。跳脚嘅毛，督察讲啊，莫口舌啦，莫口舌曲张嘅啦，总然这个当场过去。李庄乡长就以李广祥公所谈成功好事业，叶组长功劳一看，来挨死人。请大家说，李广嘅混沌，几位乡长就讲啊，我请大家说李广主卡主角，叶组长讲啊，咁好意思，咁好意思，督察讲啊，叶组长，我就托唔嘅福禄福果。叶组长就讲，
哈哈哈哈哈哈哈，这真难哦。第60，当果然阿三姑昨夜爷同真理爷爷说一记一通将人看到，做衰做工作，也眼里以前呢酒肉朋友，回头外面变成另外一代人。两乡呢爷爷同爷爷说，真理都改政策，不但增加教育同理工乡公所嘅一笔的收入，有一年阿三姑也领嘅10多万元嘅工钱，将一大包嘅钱拿来请叶组长。阿三姑讲啊，请欢喜，叶组长，叶组长啊，提拜看听马嘅啊。阿三姑讲啊，将钱交本叶组长，挨2钱呢，一钱全部寄报关。叶组长。也是50万，存的汗水钱，我做唔得同报告。阿三姑讲，唔系冇同我报告，我会乱花hết。叶组长讲啊，家我带来去农会开户，都金铺嘅7家报告，我同报告2个钱嘅伊呢，铺嘅报告，伊呢我报告，阿三姑都讲好，第70几年後，葉組長挑引到籌組分局，有日在牧場邊，空降部隊落下閘演習嘅時，牧場嘅牛嘅錯頸發作亂竄，總是嘅一位雜兵。牛嘅主人一時緊張冇錢賠，急而將嘅群牛嘅買起來賠嘢，請葉組長協助。葉組長趕緊聯絡阿三姑，拄好阿三姑佢有興趣，佢平人就將一群牛嘅買下來。伊嘅老阿妹天數壯牛管理嘅羅通之下，一種羅通之下，通風平整就變好嘅，身體也更加嘅強壯。經過2年，有一日阿三姑請教葉組長，葉組長話：阿三姑。來尋我有乜嘅事啊？阿三姑就講啊，因為我嘅阿妹年紀是老嘅，明日天數壯牛嘅，阿妹我唔想佢很辛苦，想愛揾條路。葉組長就講啊，將一群牛嘅買起。揾個條路做得啦，買嘢賺一筆錢之後以後，伢們屋卡了，唔是去做事。阿三姑就講啊，唔講，我做唔得冇條路呢。葉組長就講，我建議做得買一台便宜呢。一個奧多拜，擺攤呢，個茶位啊，早上頭送牛呢，頭將到高速街嘅向
存放买做点，我看有照顾的多。三姑就讲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像爱特殊，有错过人的人啊，只有一种投入合适爱做。一组长讲啊，只有认真，皇天不负苦心人。第80，澎湃。阿三姑将牛群买下来以后，又赚了一笔钱。依照叶组长的建议，在高速街巷买做店，货真价实，生意改好。不久，经过人呢介绍，在杨浦乡买了一间店面。卖菜卖鱼肉类，老老实实认真经营，生意兴隆。几年以后，将赚的钱加上银行存的钱，将隔壁店面也买下来，生意确态有上市上用之下，用钱赚钱的方式，又存了一笔钱。阿三姑听叶组长建议，买一块土地种叶的，从10块的买起，明年再买土地，累积的几下甲的地主。阿三姑作为每件事情，就为禀报叶组长，因为伊是最可依赖的、最相信的人。有一日急急忙忙，佢欢喜走来办公室，叶组长看到人就讲：阿三姑。看眼听，爱来同我报告乜嘅好消息咯？阿三姑就讲啊，叶组长，真了解我听唔听唔晓得。叶组长啊，唔讲唔聽乜嘅？阿三姑就講我認識一位。同我鄉下送牛奶的朋友，葉組長講：哦，有朋友嘅哦。阿三哥講：同我鄉下上床睡過嘅呢。葉組長講：阿三哥，實在有辦法噃。阿三哥講啊，唔好意思，一個見名出家嘅頭啦。葉組長講啊，那位人乜嘅名一多些。阿三哥啊，按照壽命高速響應，我唔好意思問伊一多些。葉組長就講，我查資料。看看那下，cái壽命16歲滿10年，阿三姑假設自己家中上法院講，要愛坐牢嘅坐監麼？阿三姑就講啊，該見狀，做唔得，冇錢分，我唔識咧。讓個啥？葉組長講，唔要該愛惜，唔要該愛惜，日嘅朋友嘛，唔要該愛日嘅朋友嘛。阿三姑講啊，愛是講，因為唔愛咯。
叶组长讲啊，既然该爱的朋友，就更加温柔真心对待伊，主动去伊屋卡帮忙做事，对同家爸爷妈商量。三姑讲啊，这件事情，我看最好请的阿爸教宗叶元金先生啊出面过头当。叶组长讲，也则后个，也咁打阿爸嘅主意。三姑就讲啊，唔係打主意啦。係做好事啊！葉組長講啊，唔講請愛嘅阿爸出面做媒人，等我下班歸來去同阿爸參詳。三哥都講啊，因為阿爸以前在泰山國小。當我高中退休，一聽一講就成功，上市。葉組長講啊，上唔上，我是唔敢保證咯。三哥就講組長，拜託啦，拜託噶你啦。葉組長講啊，好歸去。將來天花連咯，三哥都講好，真係一重歡喜一重愁。第90，葉組長同葉教長兩子爺，看好日腳又係假日來拜訪房，家長見到葉教長嘅長子爺，葉教長子爺來，熱心招待。家長講麥嘅風吹來，教長兩子爺來到我嘅寒山咯。葉組長講閒氣，我來講，都係我來同嘅妹嘢做媒人啦。家長講嘅妹嘢，哪個妹嘢咯？葉組長講小米啊，葉組長，家長講葉組長，實在會講笑。小米能16歲，愛做媒人，加媒人咯。葉教長就講啊。在關福村太魯關嘅三姑，家長都考試小話，教長就會做，兩子也係有名望嘅人，原本人來到我屋企，開一種玩笑，培養是可談。談阿妹也門婚事，是的，槍幕提起，葉組長講，掠下嘅三姑，唔係之前嘅三姑嘅喲。家都講，泰山講啊，槍子也莫再提起三姑。葉教長講啊，組長講啊，一個群房，一個飛房唔好講嘅，來歸，葉教長就安尼講哦。完全是組長，飛房講唔好講嘅啦，來歸，葉組長講好。我等實力來歸，婚事講無上，再看
第17，叶祖宗父子尊上来探点门前事，沙漠结果，都系天意正日嘅升旗日，叶祖宗同父一个叶高宗，在朝族家中，准批外出运通，忽然门呢门廊嘅响起来，叶祖宗嘅夫人讲啊，嘅太门有一些故障，挨来去开门，门来放人客，唔爱去买人啦。家长我讲啊，但能一位小阿姊嘅，数款人随个一想，联系叶高宗，屋卡起码。叶祖宗嘅只夫人就讲啊，嘿，叶高宗系挨嘅家干，请入来坐。五房家长，小米嘅也把家族神梦嘅小米嘅天然来任务，小米天然来任务，看到客堂嘅地板清墙，准备脱下。叶祖宗嘅夫人讲啊，系唔是脱啊！五房家长就讲啊，见到叶高宗父子两只牙，对上次到国书拜访嘅事，心中很怀思嘅，赶紧先打招呼。叶高宗、叶祖宗。小米就讲啊，该有礼貌嘅表示高宗，祖宗就讲大家好。叶高宗讲啊，看到小米父就讲抢错啊！叶祖宗讲啊，看到小米唔系小米嘛，系嘛？叶祖宗安尼问，小米就讲系啦，将上嘅水果。标出作嘅行，五房家长就讲，也系爱同爱路嘅种嘅做嘅磨砂药嘅改甜改好食。叶高宗夫人就讲，来了就好嘅，要按功夫咯，要按功夫，要带做按太上嘅。水果嚟咯，五房家就讲是家中嘅。接边讲啊，上次高宗两只牙来挨副卡，挨食材改实力，抢颜料。叶高宗讲，嗰系嘅事情呢？哦。嗰系历史诶，嗰研究诶，叶祖宗嘅夫人讲啊，帮查托嘅，并且作嘅行，小米行前帮忙帮查，请采草嘅各位大家，五房家长啊，见本人正常来，佢哋系同五子也非实力。天意嘅讲起来，实在真减少。叶祖宗讲，唔是实力，也唔是减少，乜嘅事情讲冇相关。五房家长就讲啊，就是土系爱一个模嘅小米同阿三姑嘅婚事，请子也。做媒人，叶祖宗就讲唔同意二两人结婚呢，系嘛？叶高宗嘅夫人就讲，男太当婚，女太当嫁，
小咪就讲啊，头亲亲的，唔好意思啊，头亲亲的。一个皇家中讲啊，迷途煮神饭呢，爱做我阿公诶，唔同意要一样诶样板咯。一个就讲啊，家徒恭喜了，恭喜了。一做到我啊，恭喜你们！问一个就伊个阿爸，阿爸，你个门人唔爱做么？一個就講當然愛做啊！哦，一做到講啊，家徒阿爸唔做五房嘅媒人，捱做南房嘅媒人。一個同嘅婦人都講啊，兩字也係媒人講哦。一個就講啊，家妹嘅掏心橋，最後依照古書，我哋古書客家傳統嘅理想來判，五皇家小米家長個家徒呢，家係啦，就係照客家嘅傳統嘅理想來判。一度都講啊，五方唔知對南方有乜嘅要求冇？一個就回應講，實際上。家己的冇嘢，多一個來嘢啊！一主動嘅婦人就講，阿妹講嘅意思係半分色狼，半分自啦。五皇家長講啊，一般理想就好，親朋好友，喜餅一天愛送嘅，一教中。嘅婦人就講啊，有關假期、生日腳等等，最好一日一號。一個就講啊，小岳父教狀婦人，老姐，要唔係新陽公，嘛嘅一日一號。一主動嘅婦人就講，阿妹講嘅錯。意思掠下信仰有神意呢，所以一日一號，一做到就講啊，掠到細節還係婦人家嗰上嘅道，一個就講啊，啲的意思誒，哦。總言個哈哈哈哈哈，都見笑哦，他假如笑啊嚇天啊！好，第11節，旁白阿三姑為粉絲，有一主動中，這個一主動之呀出面做媒人，在古書上提升國小順利舉行簡單良充嘅婚禮。在眾人的祝福之下，阿三姑夫妻恩愛，婚後竟然有兩個來嘅事業有成，也非常對眾服務於嚴肅嘅檢察界，經過嘅半世人，有許多感人嘅故事，人生有行不清嘅路。一隊長退休後，夫婦擔任慈善志工，愛心施捨奉獻的精神，真得人欽佩。一隊長還有許多講唔完的故事，使人欽佩的故事，不妨看參閱。6代豐原雜誌160期哈，嘅涂順正教宗先生所寫嘅，有更之詳細嘅文章。以上是以葉教宗嘅涂順正教宗先生所寫嘅文章改編成為一個戲劇，由愛好幫呢
一诗一语会读出来，本大家就参考。一个客家白话文，因为一个就诗一诗一语读嘅，所以读嘅咁慢安尼吼。听起来佢参讲啊，读嘅同讲嘅都冇相同哦，吓讲嘅稍微好强安尼，所以大汉呢，很青岛业对状业主张嘅相片同退休以后嘅工作，哦，夫妻恩爱嘅情况样嘅，啊，一个全家福加油一个相片又提供本大家嚟做个参考。神奇安尼，以上感谢大家，神梦感谢大家。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